会跳舞。对吗？大家对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刚属利用乐团，阮陈军吼，1997年到即马第26年发行几张唱片嘛袂记哩，着过几个奖嘛无啥会记哩，反正就是做过做侪代志的。维基百科有下。我就是感觉爱加写一寡台语歌，愈来愈少人去唱，愈来愈少人去创作的话，台语歌愈来愈少人听。学台语吼，唱台语歌是。使互你台语更加进步，所以阮希望更加侪创作，然后少年朋友做来听。阮坚持用台语咧唱歌，其实嘛是有一寡原因伫咧，因为阮伫差不多2011年，就是差不多10多年前开始出国表演。阮发现讲，其实出国表演，颠倒唱台语，才是。上歹的代志，愈在地就愈国际嘛，伊在地就是咱台湾有诶物件古啊无。最近一个开始运动嘛，开始写一寡跟马拉松有关系的歌。对啊，所以生活就是创作啊，创作就是生活。做啥物都是写啥物啊。咱都是风强不停的花蕊。所以最近的变化是心情的变化是安怎？心情变化有，心情是无啥变化，但身体有是无变化。他若白人就嗨，你讲头毛愈来愈少啦，哦，体力愈来愈歹啦，哦，拍棒球啊球速愈来愈慢。20几年拢都是做伙生活啦，然后嘛甲小孩，阮做伙去唱水，甲摆动做伙去耍山铁，做伙马拉松，甲米动。我就是加加运动，或者甲这个团维持更加久的。咱短期目标30年就好啊，剩4年应该无问题吧？创作这个物件，这件代志，其实就是希望咱写歌的人会使写出一条歌，会使流传。就算讲你人已经无伫个啊，但是你的歌，迄就代表你的精神。海里拉扎以后。唱高雄好啊，这家，这叫我看到你高雄的那面。